快樂星期六，我每個禮拜六咧就會幫呢班小朋友淋一淋水咁樣，是來到台灣才學怎樣種植物，咁就我係有少少植物殺手個傾向嘅，咁啊買咗植物翻嚟咧，大概買咗而家新屋啦，搬咗就買了大概20個植物。就已經死掉了5個，抱歉，真的很對不起。感覺原來有感覺喎，就心裡面很不舒服啦。咁就每一次有植物俾我種死咗咧，我就會同佢道別咯，同佢講對不起，對不起，還是對不起。咁今日負責係淋水喎，淋水之前淋得太多又唔得，淋得太少又唔得，陽光太多又唔得，陽光太少又唔得咁樣。麻煩講下笑啫，咁就而家淋水，跟住然之後帶佢去曬太陽，因為呢個位嘅太陽唔多嚇，咁就有啲要需要多啲啦，有啲需要少啲啦，咁都係隨緣啦嚇，希望你哋能夠撐住，你哋得嘅。